电台前头参看平台主个朋友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个所在电视啊。继续为您播出上片平台龙凤生祥。身具副科长何国涛拿荆州作为告状送拨了上相，真的是大跌眼镜啊！以民不能够违背娘的旨意，暗地里呢为打累败干净，也让累败沉入了蜜月当中，丧失斗志。再想办法让其归回荆州。请听第11位靖南丁乾坤与何中区平台的前歌下陈怡上当台唱。今朝是陈怡的年事，按中国人的传统是送周家老爷上天的日节。再过几日天算是正旦，还算是正的初一。马上要过年了，刘备只觉着个辰光过得蛮快，自家背背这段算一算，此番到东吴来已经等至3个多号头了。不过想想这个3个月，真像神仙过个日节，做啥么希望，心满意足。你去想，本当外头人提起个刘备，总归讲穷刘备，穷刘备。谁晓得我刘备家人家穷得哒哒的，外加穷得会不太平。辣辣荆州的辰光，一日到夜提心吊胆，动作脑筋，想办法哪可以摄取丰盛，哪可以理结东吴，不拘曹操。现在得知东吴是所有的事体用不着我操心，特别是甘露寺周子清，一切的烦恼侪没不了，只要吃了不香。所以只觉着自家的人啊胖子不少，哎呀，实干下去是二下巴、3下巴也有不。外加是他身上像新婚燕尔，各个娇也好，亲亲我我，恩爱异常，日日美醉声笑，夜夜美人作伴。正所谓把酒当歌，人师傅，因歌义父，不思家。其实刘备啊，那已经神秘最色之中，旁边一个人接上，啥人？上谁扫子龙？子龙将军保护那吕备一头来。哎呀，东家你上当，你总之身就追于秋马生杀之际，还算是当义炮的。你都得会用最适两字迷惑那之功，让那吕备一日到夜后里后头后天压地，立下来荆州群龙无首，你都谁想趁虚而入，得以荆州。这可是不得了的事体啊！赵子龙对那吕备寄予忠心，所以来了东家门前求过见他。石主公啊，我当年到东吴辰光已经蛮长子，哎呀，当年回荆州吧。碰着现在的吕备，那听得进，是我等了东吴蛮好嘛，这个走起啥去啊？不走，要走那少云一家头走嘛。看见军师，看见弟兄们，你忙忙的读，是我蛮好了还，叫你读非要切记啊！这将军非要急，哎呀，那么难办法。哎，想着自家的军事诸葛亮。此番我陪那东家离开荆州的辰光，军师曾经被我3封锦囊，外加说得蛮清爽。神都得知东吴，假使深究避而不见，狼队东家乃是看第1封锦囊。立下来事体顺利，得知年关，假使东家若不思蜀，不想走来日，搿么乃打开第2封锦囊。如果乃赵子龙碰着生死攸关，实在龙将士，那么再看第3封。将军这年段第1封锦囊我看过的，早计后勤，事体来得个顺利，清出效果了。东家甘露寺招亲成功，此生就追于拍脱牙子往肚里咽，叫欲哭说不出。自家的军师真有道理，了事之人。难看，现在得知年关，东家怎么会得人面追杀，不想走起？搿么是个快点看紧呐！
那么赵子龙打开第二封锦囊，仔细一看，呀，上头写好四句么子：至公作新郎，米粒不为香；进宫保洁心，少草得君香。哦，明白了。东南军师的意思，就是讲我那东家门前谎报军情，说曹操当得来。估计啊，最适当的办法，好让自家的东家违心转意。那么赵子龙来帮对刘备，说东家。石岗上、石岗东、石岗方、石岗右，刚刚军师派人来不行，曹操为报出兵之罪，屯兵50万，兵心军饷。现在军情实为好急，军师请来马上走去商量应付的办法。如果挨此一步，东家恐怕军罪难保。刘备个人好像是梦放心，自家那马有自家，刘备啊刘备，你混脱个啥？你那实干糊涂啊！自家根基未稳，霸业未成，你哪可一家头等了那东吴锦衣玉食，再生猛士，狗是实干荒唐的一家。身有本党一直来门后讨回军罪，现在曹操当军相，军相还不能曹操得得起。一旦军罪落到在曹操手里，我刘备里头立足之地都不了。还是军相举兵的法子，还是上的弟兄的法子，还是军罪上的老百姓我可以法噶。走起，走起，快点走起，快点走起！毕竟是刘皇叔，叫啥个脑子一清爽就清爽，想着走起恨不得立马上就马上就走。但是我哪追？我还追得脱？我追什么？我叫家乡哪办？我里多了一打，搿是不说得个。家乡对我叫好的。假使我拿身上想多了挨打，搿是我刘备的东吴来招聘还是多头？刘备毕竟是个聪明人，事体虽然急，方寸不能乱。我非但自家要追，而且我要带子家乡一道追，要追得成功，追得光彩。看上去只好依靠家乡，你毕竟是东吴的君主。但是今朝家乡大清老早传到甘露寺去烧香还牛人，是吧？一方面为着赵子龙大致水下兵丁，做好还战期的准备；另外一方面派人到甘露寺去铲除家乡，清理马上入罪。谁是家中破天大祸，出了大事了。寻出孙大侠，自从家不知那刘备么真所谓称心实意。想到当初甘露寺相亲的当天曾经许过牛，只要亲自成功么，自家一定会得烧香还牛的。所以今朝大清来在天蒙蒙亮么，上香邀请起来，身浪向打扮施仪，甘露寺烧香还牛。非但家乡地足，外加花油1000两银子。本当是想得蛮好个，中浪向用纸手账么，笃笃定定在还出去。哎，万万想不得，小姑娘派人来猜测，说我里向出着大事体着。哎呀，君主做你的屋里么，会得出啥个事体家？不过小姑娘的脾气啊，事体不紧急，肯定不会派人来猜。所以上向手札裁分用，妖妖精精还出去。现在踏进房间一看么，呀，这觉着不对。搿平常的小姑娘是面孔浪向笑眯眯，潇洒才好。但是今朝来看呢，面头打子个结，面色苍白。
这个事体都得了水火龙了浪属实毕竟是夫妻呀，同样相关。三组情书还分写的啥个事体嘛？莫名其妙还会得紧张，这个心啪啪啪啪啪啪，贴是贴得嘞。哟，夫君，奴回来了。众所周知，叔叔等的辰光并不长，但是刘备却等人心惊。看见那家小走，自家哈哒哒哒哒，又紧冲上几步。哎呀，君子，是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呀，可那三姑娘不是追上来，跌打起冲上来嘛？君主刚起紧张着呀。夫君，出了好事。夫人呐，夫人，大事情不好了。哦哟，可那三姑娘紧张得这个，事体没法讲多长发黑。哎呀，这话只是我也不晓得的呀。哟，夫君，谁也慌张，就说好事啊！大家都晓得，刘备发表是两道眼里，一旦龙江眼里一出，事体才解决。以前大多数侪是做工，今朝倒是真假是好。想着今朝一旦落到曹操手里，自家里的立足之地东北，既难过也紧张，所以他真的有点眼眶盈盈。风雪，是你听我打来。来守家东，不是啥差，等兵50万，是当包日，谁吃师兄？兄，依然是某人百姓已慌乱，这个几天被众来聚餐穷，那或是徐天。上计用农药治金锥，与敌相山与众弟兄。父亲，想早日兵行尽降，军心实为后急，今罪黎民百姓，已危在旦夕了。哦，啥里是暗中之计噶？夫君。此话当真
有怎会狂撇于你哟？呀呀，夫君啊，这比最后是好啊！国日sau草，今日还闻，明日还闻。下天子以令之人，真是后不扬宁，天怒神就。想刘备当年弑君之事，凡是为再三叮咛，要我们齐心合力为国事业，为写下了这一代血章。天子作父，我非忘却。那血章一然已尽忠，我明日铿锵耿耿忠。国耻为西西，深瑞在心胸，夫妻同命运。谁相同，我真能公把真人我君之啊奴去夫人，你是发来的血照上人，国日为日，刘备王位海涉中情，快待天子，真是死难瞑目矣。羞！说对个是，让他自家杀肉袋袋里向，奉出这个一道一大血章。这道血章是当年汉献帝对那曹操周王霸王，实在叫神无可忍，哪么能傲三子自家的责任下拉了一方所救了。交代自家的国舅叫东人，奉让了虐打难易的义大郎相，避免打出宫门，请各地众人两相齐心合力，为国事业，失去国日曹操。正因为奉了义大郎相的血诏，所以历史郎相称为义大血诏。上头密密麻麻是下次不少，身份圣人之大，父子为先，征备之事，军人为首。今日操日龙酒，欺压军夫，竭力当务，八瓦人高，册上风法，不与君之，身所压于斯，恐天下将危。请乃不知大人仁之至才，当以高奏长夜之间内，绝忠以良人之烈日，天灭间当封锁在祖宗信人，普之洒血，施高父亲，在世人之不无神意，皆恶死逆臣3月诏。这道血诏时时大血，句句是切。父亲，夫君，天子一代血诏在此，你去看吧。义大血诏，现在天子听说过，可得送来分口结果，君是再大势力对上的一口门，血债白白，触目惊心。啥是李在安桩事体噶？那些妇人肩负终身，也为国事业。等日之间，君是对自家的男人
所受其境。上相毕竟是一国的群主，你搿点东杀出50万人马也当金砖，搿个事体大得不能再大。金砖是三个人的根据地，是拿男人事业发达的基础，难建立难非一击。现在拨我看搿搭义当血债讲实两点闲话，三个人的意思我懂。你是想马上回出去绑定诸葛亮，商量办法，共举实兵，也不为金砖。那么上相做女的，我应该跟之一道去混。上天么从小练过本事，三手大法上，武艺更强么，总归派得到点用场。那么再说，我打的是夫妻呀，叫夫唱妇随。说到风长风万岁，八关迎头马上乘去两相逢。哎呀！真来是
乱幕后。搿搭血债还不了男人，夫君，你放心谁是你我即刻为得君主。夫人与我同为君主，恩师上意的，出家送福，岂能不去？人家在讲夫妻本是同里娘，大难临头各是非。我答你，夫妻本是同里娘，大难临头也是非。夫人能与我同为君主，备真是举之不得，待不过。哦，夫君，你放心试试，你我即刻禀明娘亲必了。对，国太娘娘最适合个独养男，自动掌上明珠。再一想哈不来，夫人，国太岁数应允，可是举兄定要走来，这必须我。这个呢？哎呀，小姑娘讲得有道理噶。哪怕娘答应么，阿哥哪肯受官报仇，不可能让你夫妻双双为走进罪，那么哪弄法你？想想再一想么，不要紧。夫君，你放心试试，你我即刻禀明娘亲。是若兄长再问，谁说事情真对，你我道德奖笔，再次走西，你是可哈？对。假使孙权来难为我，谁讲夫妻两家头的江边去祭奠我故事的爷娘？是，被受让封神了。哟，夫君是哪里话嘞？夫妻两家头商量定当，后手去见过他。等到上风里见过礼，旁边身体坐定。说出来也稀奇，叫啥个后国他看见刘备就高兴。做啥么？哎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。这个女婿里中意了，不过今朝一看也不对，两家头心神不定，个面色不对。外加个女婿像是眼眶阴阴，可过关。为儿子孙权一拉拉气满里呀！王叔我问上下是母亲。今日你们谁来请安？为何水涌满面？莫非有什么心事？啊，母亲，事情真对。那夫君一家是你一狗双亲，狗儿们伤心跌泪呀！是这桩事体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女婿触景伤情，牵起自家故事的爷娘，所以拉拉难过。这样看起来，刘备真的是个小子。对故事的爷娘这样小人，可是对我活了海个丈母娘不会太白的。老哥为我说啥不错，忠良必是小子，小子必出忠良。那么牵起故事的爷娘，不爱个平常祭奠。
王说我为，哀家看来不妨是的，只要心中不忘昔人，是让祭司谁是了？有母亲，像夫君一家若是道德家比祭司走谁，非像母亲应允非呀。是的，这个我哪会得不答应？此乃下达之举，岂有不允之理？你们就说去说为吧。恩师，既如是此，母亲，女儿也罪了。不对了，海文，侬哪还会得哭出来？女儿，你为何要如此伤悲啊？母亲，女儿实是舍不得娘亲的。那是家你听不懂，刚比起祭地呀，那么一些谁呀之类，哪就不说得侬呢？真是舍不得为娘。这个哈？哪个？旁边吕备一个，哎呀，那么弄劲，刚才是准备跟我一道回荆州，此番回到荆州要不知啥辰光才能走来。母女毕竟玉贵天性，是要不说得个娘子。把这个国太为蒙在鼓中，那么这个还是我来。今朝说醒我事体了，丈母娘门前刚刚清爽，因为我也大致刚才太平平离开东吴，还是要靠丈母娘帮忙。想到搿那么轰上的力气来，举到地牢。哎呀，母亲，如是，这不，或是曹操兵行军相，军情实为后继。我们若是为荆州去呀了。母亲，女儿舍不得你娘亲的。想夫君有一女儿一同为得荆州，共上退的之策。母亲，为啥个桩事体啦？哎呀，那么了，各位我说啥不错？男已未婚，女已嫁，富贵贫穷岂与他？侬受得下人子？难看今朝侬家子男人要跟男人追逐。哎呀，侬是我娘的心头肉，我哪说得你？但是后果他毕竟深明大义，识大礼，顾大局，想之一想，女儿。母亲，你要离我而去，为娘已是舍不得你。母亲，可是大敌当前，怎能后于欣然？况且你乃贵人之妻，东吴之女，理应随父而去，以尽孝道。王叔我儿乃汉室宗亲，当今王叔分与诸葛亮，无与归张少。想那荆州，定能化险为夷，女乃人家。女儿，王叔我儿，你们是最吧？恩师，是，都听母亲。夫妻两家头商量定当，那么呢，别梦为君主，听听我道。我他心里想是一万个不舍得，但是想不办法，再还让囡儿跟着累办办，那么到也能给谁搿场神神当当的回转去呢？让你们再来听下去。